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初8时对外表示，因支持黎巴嫩来出面来协调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。不过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办公室针对这件代志并无回应，而且呢，同讲以色列佮发动空袭，而且冇发动地面的攻势。 以色列军方初8讲，伫过去24点前后，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下设施的猛烈空袭，造成几60位战士死亡，其中包括区域指挥官加区域官员，并且已经派部队进驻黎巴嫩南部。这是部署伫边境的第一期奥比斯，也个针对真主党的地面行动，自黎巴嫩东南部延伸到西南部。We took out thousands of terrorists, including Nasrallah himself, and Nasrallah's replacement, and the replacement of his replacement. Today, Hezbollah is weaker than it's been for many, many years. 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讲，已经被台死的真主党领导人纳斯拉勒的接班人萨法丁，赵古林也已经被台死。军方发言人哈加里讲，顶礼拜伫轰炸真主党情报总部时阵，就知影萨法丁人伫咧遐。空袭了后，萨法丁就失去联络。因为纳坦雅胡所讲的接班人的接班人是啥人，也唔知。 真主党副领导人卡西姆最尾伫咧电视演讲讲支持停火，那真正停火就当用外交方法来处理。بعنوانه الأساس وهو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، إمكاناتنا بخير، وما قاله العدو عن أنه طال إمكاناتنا وهم。这也是真主党第一遍伫咧无讲到以停止加沙战争做条件之下，要先暂停伫黎巴嫩的战斗。美国讲，伫过去1年来，国际社会希望停火，真主党拢袂听，这么情势歹啊，才来讲无意外。 Now that Hezbollah is on the back foot and is getting battered, suddenly they've changed their tune and want a ceasefire. 美国五角大楼也宣布，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本来是按算催告要访问美国，甲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见面，怎么可能会取消？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。